可能的話，要盡你們所能。羅馬書12章9至18節。愛不要虛假，惡要厭惡，善要持守。愛弟兄要彼此相親相愛，尊重人要彼此爭先，殷勤不可懈怠，要靈裡火熱，常常服侍主。在盼望中要喜樂，在患難中要忍耐，禱告要專心致志。聖徒有需要供給他們，要竭誠接待客旅，要祝福那些迫害你們的人，要祝福，不要詛咒。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，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。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心高氣傲，倒要俯就卑微的人。不要自以為聰明，對任何人都不要以惡報惡。眾人看為美好的事，要留心思想。可能的話，要盡你們所能與眾人和睦相處。可能的話，要盡你們所能與眾人和睦相處。聖經好少用呢一種帶有條件意味嘅語氣嚟到指示我哋，通常嘅教導都係清晰明確，唔含糊嘅。呢個係顯示經文在此所論及嘅情況有其特別之處。呢度聚焦喺我哋與他人嘅相處之道，但前提係，如果問題只係涉及個人層面，即係並非關乎信仰核心嘅真理，或者係大是大非嘅原則問題嘅時候，和睦相處係可能嘅目標。呢個同時意味住，並非所有嘅情況都能夠完全如人所願咁樣去達成和諧，但係呢一種無法和睦嘅情況，應該盡量減至最少，因為能夠和平共處，對所有人都係有益嘅。聖經喺呢度特別強調可能的話，正係反映出我哋喺實踐和睦嘅時候，仍然係可以選擇嘅。究竟要努力維持和睦，定係唔要呢？呢個時候，經文俾我哋重要嘅指引。當未能協調嘅情況純屬個人性質，唔涉及根本真理或者道德原則嘅時候，我哋應當學習放下自己，以追求和睦為重。呢個係呼應前文要尊重人，不要心高氣傲，倒要俯就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為聰明，不要以惡報惡嘅教導，提醒我哋喺大部分情況之下，都應該存住謙卑捨己嘅心，盡力尋求與眾人和諧共處，以顯明神藉聖靈放喺我哋裏面嗰個堅定不移嘅愛心。呢個係勸勉，亦都係實踐彼此相愛嘅時候對我哋嘅一個挑戰。你願意接受呢個挑戰，喺屬靈上面更加成長嗎？